接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同大家打嘴鼓嘅係花家总孙文、分享孙文。Hello， 易容好。我相信不是會看客家電視嘅人，其實對於孫文會有些把感覺熟悉哈，因為因為孫文特別有展覽嘅時間，錄記者會去採訪啊，今日呢，我哋從來沒有想過，除了孫文嘅作品以外，嗰種都冇機會講到其他嘅事情哈。嗰種今日如果用孫文嘅一條小物，好來認識伊。嗰種我哋錄像處理先，不我哋看第一項孫文帶來，感覺對於有重要意義嘅題的錄係，也個感覺係自家做嘅，係我自家做嘅線裝書。佢講呢，也個我哋係唔嘅展覽嘅主題，展覽嘅主題，我嘅作品啊，其實也3本係呢我發展嘅時間，我自家做嘅留言本。哇！留言本也自家做，自家做嘅線裝誒。對。咁第八路喺嗰度看嘅人會留言。錯。唔過有嘅係一個貼有個黃色標籤係呢我爸爸寫本我嘅花。而家拿日本係呢我太好畢業嘅時節，畢業證我爸爸媽媽來看我嘅作品，我就想講，麻煩跟我寫。哎呀，係唔嘅第一個作品，第一擺展覽嘅，第一擺展覽。哇，太好畢業展，哇，很重要呢。對啊，你是剛畢業嘛？為什麼看起來很新啊？係保存都幾好啊！係啊，保存都幾好了，看一下爸爸寫嘅。哇，俺人給莫葉太爺，醜小鴨會化成天鵝媽，張開眼睛看自己，看別人，也看世界。也係我爸爸第一擺寫本我嘅花，就是關於我自己嘅創作嘅部分啊，所以我嘅我講到講一段話其實對我幾重要。因為我嘅下其實我邊一陣花嘅東西係你花我自己看到嘅我自己，所以我嘅主題很多窺視我自己。所以第八爸爸那位寫講啊，看自己，然後看你自己以後，愛看漸漸咪看出去看下嘅世界人咧。所以後來我自己咩發現講啊，我嗰種咩係呢對自己開始看，因為我太好嘅時節，我們說比較年輕的時候，大概會寫情講啊，我哋係呢馬嘅人，係呢慢人，所以佢下就看我自己看到嘅自己，我就放我自己，有一點像變形的俯視的角度。對，所以那是第一本。後來我就歸美濃黑，因為我太好畢業嘅嘛，後來就歸美濃黑，然後後來以後又再去東海讀研究所，所以那2本係呢研究所畢業以後，是校外嘅第一擺，應該講人生嘅第一擺正式的畫展。對，也係拿咗1本。你從爸爸，伊可以來嘅時間，伊讀了來。哇！哎呀，校外的呀第一擺，我覺得其實人生當中其實也是幾重要的一個階段。因為第一擺啊，然後2擺嘅作品其實就發揮到我哋美濃中研嘅阿爸爸妹啊，然後還有因為個展覽場地是台中的靜宜大學的藝術中心，然後給展覽的地點規範有3個隔間，所以我就將我所有的作品全部搬出來。第八有畫阿媽嘅，畫爸爸嘅，畫演農嘅，還有藝術上嘅，藝術演農節中研嘅，還有嘅係畫阿公嘅總理府全是被插圖，還有文本其實也做了一個對話，全部搬出來就抄嘅。我對一個林馬用發布啥嘛，一個名嘅展覽很有印象呢。有印象。我以前係嚟報新聞嘛，因為2前空半年研究嘅呢。不過我對一個展覽係有印象嘅。因為我嘅係用一個主題，其實有辦過其他擺嘅展覽，所以那我一本粉色咧係呢斗笠與花布，所以就是差唔多嘅主題，然後其實咩全部都有展出，只是展出地點不一樣。我上好多一年我就按多年過去。日本嗰貼喺度，也第八爸爸寫，唔係家屬體嘅行畫圖工作嘅人，伊係寫講伊說去考二專冇考到，又說去學畫圖。佢說爸爸就係學畫圖嘅哦。伊其實佢學畫圖，
我能看伊啊日记，伊后生的时期的日记，含那图文并茂的哦。我人家就人家姐就说阿喵，爸爸安厉害喏，写日记没有发图，从来呢写日记都难死的哟，还要发图，我伊就写日记、写文字、写还要发图。俺个印象中最记忆深刻的就伊家嗰种各种的时节，伊发一场打乒乓球的球赛。打乒乓球的球赛，球桌，然后看打球的人，然后打球的人，个抖人，然后画面好写实，然后观众如望你哦，然后我都觉得哇，安复差被构图，就是那有看法工啊，就是爸爸自己给你基本底本，那时候就觉得哇，爸爸有厉害哦，这样哦，有厉害。不过贵秋妹有耳濡目染哈，你感觉？不过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耳濡目染，其实很难确定。因为我发图以前我兔米孙呢，以前其实我冇看过我爸爸发图。哦，还有后来能看到嘅条日记。哦，嘿哦。所以家下我能想，哎呦，就哎呦，爸爸发图鬼厉害呢。哦，原来有，原来可能。啊，我能提供啊，以汉后生嘅时节，伊有去考你者冇考上。伊就好发图安尼，所以家下会发阿公的全息的插图的时间，因为嗰度时态嘅东西，唔免人哋嘅时态嘅东西，所以我会跟爸爸讨论讲，加一嘅譬如讲啊，人家做到脚底下嘅塔比嗰种鞋，上到用嘅，然后头摆嘅太做下嗰种用针嚟夹起来嘅做恩用嘅花，上到用嘅，伊就会发本来看，即係讲啊空两妹。就是放在腰间空两枚的那个东西要怎么画？阿姨会发本来看。哦，对啊，是，迄枚那影片呢？因为其实米孙呢係重考的，我没重考啊，我哋明在迄度嘅地方哦，原來爸爸沒有安尼經驗蒙過呢，所以唔想去考米孫呢，伊都應該就冇可能反對嘅。其實盧卡人其實每個支持我爸爸媽媽，或者講叔叔啦、歐巴姐姐，其實規個家族都非常的支持啦。就像講啊，一個家事真是係有興趣嘅東西，唔係放手，你會不會以後覺得會 healthy 啊？係安尼，所以就像講啊，上去就考安尼。能都係文化藝術嘅家庭，吼，所以其實應該就係啊，唔知家有上去嘅理想。就一定會給啊用書本做嘅啊，錯。唔過按多種嘅嗰種材料可以選，唔過唔選咧個鐵片，係韭菜，嘅同咧新嘅個有關係咧，有時上，因為韭菜其實伊也果上果複雜一些，之中會先處理過，按我哋嘅食粉，係咧用礦物質磨啊幼嘅粉，所以變咗講啊。顏料含咧粉的時間，我哋愛發是發面後，我哋愛乾膠，就是膠，膠要加到我哋嘅色粉裡面，所以我要用一個色色，我就會調一盤的色，然後用四個色色，我就會調色盤，就天天的磨一個顏料跟一個膠，然後融合在一起之後，讓它發，然後所以就是一切都會慢，嗰種一個程序跟儀式，所以係鏘鏘來。就很緩慢，所以我就想講，哎呦，剛才嗰種我做東西、做事情、洗手做，一步慢慢行，夾到你啊！所以剛剛講，嗰種嗰放我自家嘅心，嘅心啊呢，有個自然嘅材料。哦，係，因為完全係嗰種好天然嘅東西，就係合乎嘅性格。不過做乜按少年提發韭菜啊？都係太麻煩嘅，係咪？嗰麻煩，菜嚟就會講啊，一個每菜嘅價錢。其實它的價格比較高一點。不過見台灣其實有個多年前發入嘅美菜其實從北美館或者講啊台中嘅國美館，其實廿幾年都有辦個大型嘅韭菜嘅展覽，所以其實台灣嘅嗰度民眾其實咩참未有印來認識韭菜嘅材料啊。好，剛才嚟看天氣風新聞帶來嘅物品，係啊，可能係乜嘅？一個係萬世盧卡沒有呢？沒有，不過這一看就是有歷史的。有歷史。一個係哪來嘅？一個係呢
我汉细时节，我甲我姐姐其实过好去我哋附近的朝阳寺，啊朝阳寺係呢，我阿媽還後生嘅時節，其實那不是一個就是寺廟，啊，佢下我哋就記得講朝陽寺的大廳的1樓有販賣部，啊，販賣部上有賣這些小別針啦，一啲小飾品啊，啊，一個小別針用嘅來嘅，其實就跟爸爸嘅後生嘅有一些關係，因為我爸爸是高中教書嘛，啊，後來就可能每一年嘅時節，可能暑假或者講寒假。伊會請學生嘅來聽書收聽奶啊，來聽書情理紀念館安尼，所以就有幾下學生嘅不是會過來，啊，跟人哋過熟。其實嗰條太姐姐兩個人其實沒全部記唔得嘅。啊，就只是說有一個印象，啊，嗰下就有嗰種一兩個姐姐帶人哋去朝陽寺聊，啊，後來人哋三姊妹就看到別人過食。就應苦人家講啊買不啱的，啊快睇，對，就新人哋看到想愛嘅東西，講嘅東西就應苦人家，就應苦姐姐講啊買不啱啊呢，係啊唔過其實有種東西其實你唔係過少嘅東西啊，其實幫人，其他可能唔抵多錢嚟啦，反正價錢唔係講啊過便宜嘅東西。啊，人哋可能姊妹可能提供啊，爸爸媽媽冇可能買一個本銀嘅，所以愛苦年行買本銀嘅，所以當然就冇可能啦。啊苦嘅個叫，後來唔知要買也冇買啦，啊然後就過去以後就爸爸就第一件事情嘛，當然就本人媽嘅啊，就本爸爸媽唔知要修理冇唔知啦，反正聽說就本爸爸媽，所以一個事情。一件事情其實就一次就記得講很些時間，我能做過安尼個事情，連安尼個小故事誒，我品如寒留燈哦，剛如下咩我過飯，有幾多東西，各位冰東西，各位熟東西，哦，好，你看兩方我品如可以講幾句吼，所以我也擺過次拍伊，本眼人呢也得我品，如海屯。回憶過有關係，故說我哋聊一下，講繼續來談孫文嘅故事。係啊，先睡下茶。也個拿阿公講嘅啊，我哋不是談阿媽安尼講，阿媽其實伊所有雖然講啊，伊可能唔識詩，啊伊咩唔會寫詩，啊唔過伊地過當我哋客家嘅語言。譬如講啊，我講嚟講啊，收聽啊要收別個，啊寫名要寫二個。接來做客，慢人來了，今日來做了的係客家種孫文。今日孫文帶嘅非常多同萬世有關的東西吼，我哋好多討論的，要放棄嘛嘅咧，因為佢都佢奇妙嘅故事好講吼。剛剛我先對一片吼有一個相片來看，也有三種相片我有點唔解吼，因為看起來有18毛毛，有18毛。啊，看唔出那係黑五咧，嘅地板毛矮，一地板毛，嘅地板毛會帶落，因為係你矮翕嘅，也係唔翕嘅，也係矮翕嘅，哦，咁攏會係留燈哦，因為矮剛講到矮，其實係你一個位數東西跟留東西嘅，所以矮其實係些東西矮留個度，就個位數東西。咁又係乜嘅時期鋪嘅？佢係呢個韓式國小嘅時節嘅邊一旅行，啊佢係呢第一擺用就第一擺帶相機，佢係呢傻瓜相機，愛裝帶片嘅，啊就傻瓜相機，啊就帶出去，佢係旅行嘅時節，中國人民用地區嘅小學生，佢係旅行嘅地點，大部分流行的就是陽明山啦、中正紀念堂啦、小人國啦，所以就差唔多嘅地方翕嘅，所以我就翕嘅幾種，啊我今日帶3種過來，啊我帶3種就其實係因為我翕相嘅，其實咩受到爸爸影響，其實我哋3姊妹嘅興趣跟爸爸嘅興趣各有關係。伊好聽嘛嘅歌曲，我哋就聽嘛嘅歌曲。伊聽蔡琴啦，伊聽江蕙啦，西洋古典老歌啦，我哋就聽一條。所以我們都不會唱流行歌，所以跟同學去 KTV 不會唱歌，因為我哋都聽人爸爸嘅興趣。啊，伊佢好翕相嘅，
所以其实我哋对翕相嘅没有兴趣。啊，嘅啊，我會第一三種，因為有一些故事就會講啊，嘅下我翕相嘅翕下咧啊，相片寫出來，我會俾爸爸看，啊，爸爸就會跟我講啊，哦，唔係安尼翕啊吼，一個人啊，唔會翕啊，會求那時節，就可能上半身，譬如講膝蓋以上，就是半身的，伊會講嚟講啊，按用嘅取景。啊，譬如講啊，有一種係呢，就是全身入鏡的時候，啊，嘅下嘅時節。迄腳要留，唔要留全身，唔好切鬚切腳。如果比較遠的風景的話，人物作為點景作用的話，啊，你寫也就唔怕。所以其實我剛才講啊，我那條嘅構圖可以按用嘅翕，可能要更好一些些。哇！如果講唔用嚟翕相，係如果講係翕相嘅，因為我爸爸其實一直講美國好翕相嘅，所以我講我嘅姐兩個姐姐，我哋1年有一本韓式動態嘅相本。啊，1年一本啊，爸爸就會，譬如說順文50天，啊，以為下也還在順文幾天，2日，然後譬如說語境1個半月之類，以為做注解，所以我哋1年有一本自己嘅從小出生到可能不知道幾歲的相片本這樣子。爸爸唔會壞心呢，像人哋都講吼，如眼睛睇嘅咩，如果多種，都眼攞冇嘢食，係如果眼攞完全冇相片嘅，結果唔係上次我一定上次我一日本。個爸爸都係唔單止好，也係咩，都係唔能上次我，爸爸翕嘅，可能就算眼唔係佢點用嚟攝影嘅人，其實按你看咩點也人佢會翕呢，就是構圖來講嘅話，係啊，你就會感覺好像在很多那種攝影展嘅相片會看到嘅種構圖，咁所以爸爸就會好奇又會又確實，會用嚟翕啦，係，因為講嘅人用嚟翕，係，所以我會覺得也個對我的構圖的影響，其實給他就也算是奠定某一種基礎啦，係啊，你上次我就係唔係真頭前呢？係最頭前嘅最細隻嘅咋，看起來是戇戇嘅嘅咋。上次我咪係感情幾好啊？上次咪感情幾好，因為像其實長藝最睇嘅這隻磨刀細細啊，其實一直都見，就講譬如講大家都已經結婚咧，有自己嘅家庭啊，唔過其實每日按部頭跟媽媽會用 LINE 聊天。米安部，幾乎米安部，所以嘅係其實應該其實講，我哋甚至每跟爸爸媽媽，就我哋屋企人大家感情幾好啦。所以媽媽嘅係爸爸也咩講啊，也唔會感覺到講啊，每個嫁出去嘅就唔係自家嘅每個係咧騙人嘅每個唔會啊。就算嫁出去嘅冇係啦，鄉下嘅，因為我哋不是會打電話過去，就算是太好嘅時節，其實咩會每日打電話過去，所以我感覺到講啊。即使冇喺身邊，不過其實有個新的距離唔可以講啊，因為實際上的距離而拉遠，其實沒冇，反倒以為感覺到好像更親近了。按你嘅感覺，係唔發圖，可能哈，雖然他也能看到爸爸畫圖，可能有個聯繫嘅感覺，攝影沒有，下晝有冇感覺？下晝影片有一種。也可以沒感覺很久以前，很久以前，也係我高中嘅時節，我嘅一個同學，因為我嘅同學其實我哋會去高中生班底部，他哋讀書壓力很大嘛，然後我們就會看到一些感興趣的事情嘅時間，我哋就會寫可能短短的短詩，然後我們寫完以後我哋會交換，對啊，因為有個同學嘅係其實佢從美語上會考美術呢。所以以就一種還能愛賞你的時節，以發本來一個小卡，所以上面有一些用素描的方式去畫的靜物這樣然後我們就會交換。所以給他我剛剛都講啊，其實我高中的時候跟一個同學嘅透過這樣子短詩的那個互相交流，像交換日記一樣，在生活裡面互相交流自己的小作品會知道我下位還能買個東西，你下位還能買個東西，然後。會覺得對於這個可能下文中，非常講下文字型的一些敘述，好像有一些訓練啦，好像也是一種訓練啊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是有一些些影響對我來講。我都會想到，人哋萬歲考試啦，嗰種畢業紀念冊嘅咧，睇下咩，我寫，我人都係，
韩国写到韩国台的，还有安尼用文字来表达心情的，你都高上过当然完全唔可以超越的事情的，超有可能还可以保持。因为家可能就因为爱生活嘅压力过大，所以看到学到地方看到某个事情过神奇的世界，那人就会写诗，因为诗有一点点隐喻的感觉。啊，不过写完以后，伊写完爱可能是以前写某个，甚至写那些形象，就我们好像可以意会，然后会觉得鬼神奇啊，然后所以按那个文字的上面的按那个书写，然后甚至可能我觉得对我后来可能高中甚至研究所毕业以后，我经营部落格，给他有流行了一段时间的部落格，那给他部落格其实也写得很认真呢，就是经过去看就想讲啊没有给他弄写很多呢，就是好像有一路有一些延续下来这样子。咁鸦片除了一种相片文字类的，还有一个贴拍的物品，也看起来美国有历史，也还蛮年的，也还那个阿妈嘅诗诶，对，阿妈嘅诗诶，就係個有名嘅嘅味，係平妹嘅詩。對，係我阿媽係呢在新北地邊伊也本名很多台妹，係台妹。不過我還是搞不清楚，伊很多平妹也係台妹。為什麼你還是會搞不清楚？因為基本中地邊很多平妹啊，對，所以就覺得算那個阿媽很多媽嘅名咯，即係我自己嘅阿媽很多媽嘅名，有嗰種好像不要這樣問比較好。古早萬歲就有看過阿公寫嘅文章一直可能到高中以後，能比較進入比較可以閱讀的下去啦。因為看的時間會疑惑，會疑惑，到底不會下平妹所以後來沒發現問自己的阿媽，因為那樣好像有點蠢，然後所以就閒些時間就會觀察，阿媽嘅朋友很台妹姐，我阿媽應該很多台妹，也個阿媽嘅時間，因為我閒些時間跟阿媽睡過久，我跟阿媽叫下睡，就等於講啊。韓式一開始係你跟爸爸媽媽睡嘛，後來過太一時的時間，那就會離開爸爸媽媽房間去我們自己的房間。不過姐妹的房間是只有一張雙人床上下鋪。我哋三姊妹唱兩個眠床就係一年可以跟阿媽睡。所以給他太姐姐就想講伊上去睡，伊就開始講鬼故事，講暗不提嘅時節啦，某個故事出來啊，我嘅公無擔嘅最細嘅就想講，剛我去跟阿媽睡好咧，就講就跟阿媽睡，所以一直跟阿媽睡到國中2年生，給他我哋就落屋拆開，要重新做屋嘅，因為嘅落屋嘅其實就有安全性嘅問題嘅，所以就重新拆開，所以我一直跟阿媽睡到我嘅國中2年。所以按從嘅時間，地背其實我會看到阿媽只愛睡夢以前以為斯坦那麼，伊就感覺到講安尼斯坦那麼對頭皮或者對頭那麼其實夠好，伊就會先死的能睡，所以就阿媽嘅房間地背就有阿媽嘅米絲。破鵝肉嘅米絲，本身我沒想講係咪愛帶破鵝肉來，對破鵝肉嘅米絲死的伊就空加味烘所以就一直看到阿媽屍體那麼。咁你對阿媽嘅印象除咗的係五感上面嘅還有乜嘅？比如講而嘅要搞唔乜嘅興都見係會有影響其實人哋阿媽其實講伊惡，其實伊咩改惡。因為佢嘅年代，伊的現代聲音的安尼身份惡，你不凶不行所以很強悍。如果講人哋講人做人要有志氣，要有志氣，唔好本人看唔起，就講因為安區嘅環境嘛，就想講講人哋自己要有志氣，反正露天人哋做乜嘅事情露天會看，睇嚟就以為相信講有沙吃眼熊，沙係呢麝香的麝，伊要講人講也個係呢阿公老伯家伊講嘅，要講係有真是有本事嘅人，你就幹人嘅事情，婦女嘅事情做好來，唔是太假，唔是講應該人講我嗰啲好用嘅，嗰啲好用嘅，我乜嘅，你就幹自己嘅本分做好來，係真是有東西嘅人，你就會將有上面嘅東西用嘅，人家上戲會本人批到。他家會看到，就像阿公嘅作品，
遗憾催的时间，各种一直投稿，一直被退稿，可是遗憾的有东西给你，所以后来伊啊作品会本人看到。所以其实我用个谚语跟俺们讲，哎呀个拿阿公讲的啊，俺们不是常阿妈安尼讲，阿妈其实伊虽然讲啊，伊可能唔识诗，啊伊咩唔会写诗，啊不过伊伫过当俺们客家嘅谚语，譬如讲啊，我跟俺们讲啊，收听来要说别个，啊生命要生米个，就是做事情从小要做事情，小地方做起这样子。所以其实阿妈对俺们生活底包括都一些生活的该注意的事情，也会用那种谚语的方式来让俺们体现的。就都经还记得。对，都经还记得，因为伊不是讲，伊就讲啊，做年214，感冒伊不是讲，伊不是讲，然后感冒爱用的干呀，爸爸啊，欧巴言。就是大家都太，我看怕路一路离落安嘞，对，一直给自己打气，不然怎么撑下来？对，咁等一下呢，孙文带大家去到伊个家乡，好，俺来等一下个都进来，好，晒下茶。好，大家碰在一起，然后那个大哥要跟曾医师介绍我，伊可能唔伫讲俺哋其实认识，啊就讲哦，曾医师也个系咧助理部嘅孙女嘅，啊曾医师讲啊，哦，俺哋介绍唔错。我讲伊系咧种孙文啊，从理佛拄好系咧伊阿公安尼。放跳，有跳，得唔得出去啊？得唔得啦？哎呦，也在嗨哟！哦，我中意，好嘞。阿呀，还那俺路卡给体验，还有妈妈中的交通个，阿呀给俺妈妈，要跳金面，往跳诶。今下俺的爱跟爱一天的姐姐，其实乡下是中华时代图书，啊，随便讲爸爸妈妈去做俺的，放假暑假二古的时间要做俺的，啊就去田里去看一个花，啊所以俺的路卡给交通个大部分的色其实都是熟悉到，木竹打开看到去路背，古代的时间没看到按到九重阁，所以变讲九重阁其实每爱作品里背，伊个具体的部分。爱寒色的时间，我觉得最漂亮的动物就是鸡跟鸟，就是有羽毛然后会飞的。禽类都有夜盲症嘛，入夜之后它们就不会飞，就会乖乖待在那个杆子上，所以我就会领安特的时间手啊给基底波去爬上栏杆去偷摸鸽子，就是只是为了要摸一下鸽子的触感。对，就有小时候做过这种事情这样。哎呀，个喊嘞，我只有印象以来，其实我的家厝就一直摆一片啊。包含譬如讲阿媽就小時候地輩嘅平妹，啊自己生活地輩嘅台妹，其實咩帶眼嘅落也是擺呀，啊韓式眼跟眼嘅姐姐，係有念到寫嘅話啦，寫咩話啦，碌卡唔做眼嘅學嘅眼嘅做話，跟嘅話咩話，看啊八公也是，啊就帶啲嘅東西過來為嘅話為咩話，所以講啊，一個八公其實對眼人嘅成長經驗嚟講，係咧扮演咗一個最重要嘅嗰種陪伴嘅一個角色。因为寒色的时节，其实嗰种咩有记忆以来，其实就有经常讲，啊，俺的寒色爱跟两个姐姐，其实跟也是当作俺的自家嘅有，其实就是高料的地方啦。俺的要起要前面铁杆的啦，然后到表演前啦，也对哦。啊，就一直到睇以后，咱渐渐的地讲啊，哦，俺阿公系咧一个作家。啊，一条路之所以叫做离河小径，是因为从离河嘅係，俺阿公去闽南镇方去上班啦，或者講啊去台北看片啦，啊幾啊多闽南來，啊幾啊多俺都卡來嘅時節，因為對逐條街嘅片行一條岔路，安尼行入來，因為嘅係其實一條牛車路算是比較近的捷徑安尼，所以就。抄这个近路，然后就行过来，所以一条因为就系咧以生活地标要行的路，所以我能经过一条路径，按到离河小径。
我创作嘅灵感就会对立山一块土地开始。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材料的是花甲钟孙文，好孙文带大家去到能录下嘅附近的吼，还有嘅中立火纪念馆。如果讲万岁都提嘅教嘛吼，喺头前啊、二楼啊安尼，咁万岁就含唔伫阿公嘅 TV 迄安尼嘛吼，还是唔伫。家就感觉迄旧嘅地方，还是就想佢系你搞了嘅地方。对啊。多嘛嘅时间让提供原来。才意识到也係阿公嘅紀念館。好像要比較到高中嘛，因為其實高之前，因為其實我高中以前，甚至到高中的時間，阿公去台灣，就是說大家對於中離河的認識，其實還蠻普遍，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進入到教科書裡面，所以佢下其實就是有啲位嗰校看文學作品嘅同學啲，不過大部分人可能唔認識。所以其實我一直到高中嘅時間，人悄悄咪地講我阿公係呢一位台灣嘅作家安尼，所以高中以前其實都唔知。你後來個睇嘅看阿公嘅作品啊，有冇嘅匹配的感受？其實我覺得某種種嘅時期看阿公嘅作品，感覺想法會有一點不一樣。可能高中以前給他可能國中的時間雖然有讀，可是給他可能質感沒夠好上，有些好像比較讀不下去，所以那個時候比較看得下去的可能是比較短篇的小說，譬如說像草坡上啦這些，好像看起來比較稍微輕鬆一些些的，對，然後所以或者講可能比較可以感同身受的，像野茫茫啦，也還在想那個黎明過世以後的事情，然後去祭拜黎明的事情，因為可能剛剛的這個家族的人是有直接關聯性，所以好像比較可以體會那種失去了自己的家人的那種傷心跟難過。底部下都會那個女孩子就是帶着女兒去拜黎明，那個小孩其實就是愛給那太歐巴，所以其實就比較可以跟愛這個跟神爸做就是連結，所以給他讀起來比較有感。那不過隨着年齡這個跟年紀漸漸的引了引台以後，也會對於其他篇章會覺得印象更深的部分，可能也是跟愛這個跟神爸盡量做一個連結。那譬如說後來愛這個其實佢好咖喱鋪一篇，因為咖喱鋪其實係描寫伊跟這個跟細阿媽嘅一個感情嘛。那還有就講那個咖喱鋪帶伊去山蛋糕嘅時節，伊就會歡喜，因為好像各種鬼都有這個跟族群們的這個故鄉衝狗味，可是主角開始擔心，甚至揪出來那種祖孫情，然後還有就是整個在客家沙比底被壓抑的這種情感，都我這個有一些年紀以後，好像比較可以體會。然後因為我這個沒跟阿媽很多年，所以鄉下一直到阿媽過世，其實我一直沒跟阿媽鄉下。因為阿媽講人係鄉下，我要最慢家嘛，所以我就跟伊接觸嘅時間夠多，所以好像也可以比較可以體會到那種祖孫之間的情感，所以會覺得對咖喱婆一篇文中的共鳴，其實好像也比較強一些。我還記得都係孫文人開始初出茅廬嘅時間，如果當然會介紹我先講中立火嘅孫，安尼吼，一開始我想。嘅壓力一定會有嘛，還有嘅會過鬧喎，做乜原因捱咩不用投錢，就係萬二咧孫安尼，一開始會有安尼感覺。其實初開始冇感覺，一開始嘅時間冇感覺，因為好像就是一種習慣。從我爸爸用，我爸爸其實他甲我介紹伊講，也係你中立火嘅來嘅，然後所以。當我哋認識紅嘅時間，我們好像一開始也很自然而然的接受一種嘅介紹嘅方式，因為也係那個最快認識你的背景的一個方式。後來我是一次當我研究所畢業以後，其實因為也是有一些譬如說遇到感情的問題的時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問題的時候，我有的時候就會覺得那個介紹嘅方式，我後來有一段時間沒改好那種介紹嘅方式，因為我感覺到講好像唔沒看到愛，其實冇看愛啊，唔看咧係你愛後輩嘅
家庭的也快，所以有一波给很短暂的时间，我对这样的称呼其实有一点点挣扎，嘿，对，然后没有某些时候可能也觉得好像有一点自我在叛逆嘛，就是有一些压力，然后可是后来渐渐的那一段时间过了以后，我其实又重新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因为我感觉到其实可能这家没有企业前进呐，就感觉到讲啊，因为我这家有努力，然后我有做出我这家的成绩，所以当我更有自信心，当我自己更有自信心的时间，我其实不会去担心说，其实我都会喊你爱，也是爱下个家庭也部分，可能爱家庭也部分其实没改好，因为家庭家族阿公、爸爸、阿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在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像是庇应，也是我创作的灵感跟养分，就是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后来会觉得，现在其实我会蛮自然而然的接受安内给 get 一个方式。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也是一直记忆深刻，就是这个叫2013还是14，总之就是那几年，有一班还呢过年的时节，屏东这边会有文化拜年，这下我其实会过去啊，有一班还呢郑医师、郑几号医生和创业时节，有一班是亚的时节跟一个大哥，就是大家碰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大哥要跟郑医师介绍我，伊可能唔伫讲我安尼其实认识，就讲郑医师也个喊咧从理佛的孙嘅，郑医师讲安尼介绍唔错，我讲伊喊咧从孙文从理佛拄好喊咧伊阿公安尼，就说有安尼介绍方式，因为郑医师其实伊会强调就是一直以来他很强调主体性。所以我会觉得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介绍，好像也不错。不过对你来讲，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这样的介绍我其实都很乐于接受，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更有自信了吧。都会已经定係用嚟演嘅咧，就是重新再寻找自己，然后重新听你讲我这家比较，然后家庭的这一块，那他们家庭这一块对我的帮助，然后他们是我的来源，然后也是庇应，也是养分。所以其实尤其在农村里面吧，我去上的时间，什么那年呐，我讲在那年，你讲在那年呐，我天明的某夜，然后大概就抵讲那个线就牵来牵去，好像也是一种很快可以融入大家的一种介绍的方式吧。嘿，种我更加喺睇我卢卡这片读懂，都我家乡联络这片。假使嘅種片顏色啊，如果我阿東嘅唔會啊，超嘛，係嘛，其實你講冇表示我個寫，並沒有主體性變。對，其實不會，它是一個事實，它是事實，所以我能見就很接受。對啊，我能就安尼樣，我係呢天面嘅冇阿里佛嘅順嘅錯，冇唔錯。好家等下到最尾一個劇團呢，我哋來食好食的哦。等下可能是孫文帶來嘛個對有貼係意義嘅料理。係呀。先沙茶，你要为以后自己着想啊，就是那你要不要画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买水耶，无人想会买我阿妈讲啊是卢卡，无可能，我可能唔会想会买配人的阿妈讲啊我卢卡。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做了的花家钟孙文，我哋一个街摊呢，我来食好食的，来食好料吼。可能孙文今日带来嘛个，对有特别意义的料理，唐讲系别家没有诶，别家没有，好，仅此一家，唔啲系嘛个哦，既然别家没有，就做唔得团圆系嘛个嘢，我有看到七前草。七前菜，不过是无色的呢，纯色的红，有牛片，弄是无色的，因为底部有加挑丝，但是是看唔到看得到，还有挑丝布在底部，挑丝几底部，可能也有时间没有出来，不过就是有加挑丝，你先林康那生。真嘅模式各位咪先呢？係啊，你在別的地方是唔多啦吼。你看完全。我哋家，我哋路卡，
阿妈嘅私房料理，台妹嘅私房料理。哦，系啊比，如说挑食谱七千叉牛片，肉片，然后就可以加一些调油啊，迄无咸就再加一些盐，就安尼。哦，够简单，啊，也给其实我觉得会有比较特殊的印象，是因为我确实冇吃萝卜、菱角也个糖，啊，菜了就讲啊，我印象中过热甜的时节，加好了就热甜了嘛，啊，热甜的时节，下摆热到都唔想吃饭的时节，有一个糖可以喝得下，就是我们会用阿妈就会煮一个糖，啊，煮了以后就加饭进去，就是有一些桶泡饭的那些。然后因为有调丝给米稀啊，然后之前传给小米，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可以开胃的感觉吧。就是甜食归家，你没有食欲，可是你可以吃这个东西。对，就是还是吃得下。嗰啲片呢，侬会阿妈会开发一个，因为我嗰时候睇同地杯，讲到调食谱韩国七千叉。对啊，我其实咩唔是阿妈用会煮一个，可是因为我韩式。就阿妈还会自家煮的时节，伊会煮一个汤。啊，其实伊有记下风寒的两人姊妹底杯，印象中阿妈归会做的，就是比较属于阿妈的料理。可是因为这个执行起来，够容易煮出来，其他的难度比较高，我比较难煮。哎呀，给我要复刻比较容易复刻。对，就是很难形容，很难形容，很难形容。就黑有些吧，就是它非常朴实。我觉得会想到呢，小时候给阿婆睇食做，会放给红瓜。嗰种红瓜底杯嘅糖嘅感觉，有一些，因为有头有米嘛，有头有啊有嗰种头食谱腌制嘅嗰种米稀，啊有七千叉，对，就係嗰鄉下嘅米稀，就是很嗰條白嘅米稀啦，很復古的感覺。啊，嗰種好像真的會差翻呢吼。就是黑要加飯的時間，那個鹹度可以再多一點點，再加一些些鹽，安尼飯加入去的時間，安尼是嘟嘟好。你甜的時間，食唔落飯的時間，安尼就可以食得落飯。我本來嘅感覺，如係我哋一般如果後生嘅時間會安尼想，我會向外去，吼，離遠一點，吼，我做題目過太。不過唔係，不過係一般會感覺你很局限在一個主題，身邊人事物。可是其實你會給人感覺你心裡面是很富足的就其實你並沒有因為愛冇出去愛路嗰種強嘛嘅冇呢，你都係一條東西，你都過足嘅，你都可以做幾多創作。係啊，係啊，啲能力用嚟來咯，都係一次本去㗎。我不會覺得哇，我這樣還沒 test 到東西耶。唔會呢，唔會，我覺得因為歷山下輩可能就這塊土地的養分，然後加出烏卡尼的一種相處，我覺得我在家庭底輩獲得了很多的能量。對啊，然後所以其實我一次去看演，其實唔係講啊，我哋冇出去看，可是電動嘢我老嘅一看，譬如講我其實咩希拉奇民農以外嘅希拉奇高雄市區，或者講我讀書嘅時節，其實我去東海去台中一片讀書，不過其實我發嘅東西，其實我還是一直回頭看，我還是一直回頭看我心中我待嘅地方，就立山下的這個地方，所以其實我一直回頭在看家裡面的。回頭看爸爸，回頭看媽媽，回頭看媽媽田度裡一種嘅青菜啦、水果啦，看民農種野那個阿爸爸梅啦，看山通嘅葉味啦，就好像一直在回頭看，因為我覺得好像，我覺得人對我個重要，然後而且如果剛我到愛上會發汗呢，我覺得我有被打到的。內心有被打到的，就是用形容詞是被打到的這個感受，因為從我姐姐、我太姐姐，因為佢做出沙比嘛，她想法會比較實際，也就是用講啊，那段時間我一直都在畫人物，我畫煙農啦，我畫阿媽爸爸啦，也得，也就講啊，你要不要畫一下花什麼之類的，給他我還蠻開始發法也得，也就會因為小我講啊。
刚下日拜边一边我用的穿色。哦，系啊，阿姨就想讲啊，今时黑拉起路卡哦，爸爸妈妈就是照顾你不用付房租水电嘛，所以你可以很任性的放这个会发的东西。可是你要为以后自己着想啊，就是那你要不要画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买水耶，买水耶，无人想会买我阿妈空啊起路卡，无可能，那可能要唔会想会买陪你的阿妈空啊爱路卡，等等。对，那所以也就会讲啊，干嘛我会发没有胆发嘛？发图那个气质画牡丹应该很好看吧？我说，可是我跟牡丹不熟啊，俺们兄发姨啊，我觉得我没有感动的东西，我不会想画。所以其实就是讲来讲去，发来发去，其实还是回头看，就是觉得还是不卡非常米努亚块土地方跟自己相关的人事物，我觉得还是最可以打通自己嘅一个部分。可能跟爸爸阿公通用啦，就也没发，也没写自家家庭，然后米努亚块土地，自家归属给人事物。我觉得或许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些样雄吧。嗰生下來你就會對像唔講嘅，我創作嘛嘅，唔係計劃嘅，係什麼打到我，什麼打到我吧，對對對，攞來吧。對對對，啊，如果有耐心嘛，如果有耐心嘛，天天嚟來，哦，一得寫一得寫啊，天天嚟跳，對，哦，嗰種也冇一天的嘛嘅目標啦，哦，就係畫上畫嘅。其實冇特別當嘛嘅目標，啊，不過其實也今年兩個這個畫嘅圖，其實主題就是有幾個大主題，有人物的，有動物的，植物的，其實一個主題其實可能是不斷的在有一些像是重複，也不是說重複，就是可能。發了以後，我可能去畫其他的，但是偶爾又會回來畫它。其實脫不了這幾個主題，因為其實就是我生命裡面相關的人事物接觸到的，然後我有接受到某一些訊息跟感動的，才會容易發。那所以譬如說庭院裡面的九重葛，有一年發特別多，然後畫特別多之後，隔年或隔2年，我可能就不見得會畫這麼多。可是它也就3不5時就會跑出一張來，就是我突然又想畫一張，所以它可能就是偶爾會出現，偶爾會出現。放媽媽種的薔菜，以下把油麻嘅薔菜拿出來的時節，去摘回來空的時節，我特別覺得這個青菜好可愛哦，等一下就要吃掉了，剛才先發一下之類的，所以我可能也會先畫它。可是大部分的畫過之後，我可能就會不見得會再畫它。對，除非又特別一個新造型，或它長得特別奇妙，然後會回頭畫它，所以其實就不見得。媽媽還有心中的某個東西，我可能又會覺得，那好像又可以來畫一下。所以它其實可能會只要幾個主題底杯，偶爾是它，偶爾是它，偶爾是它。應該凡事都會按你畫圖啊。係啊，就愛上畫嘛嘅，錄嘛就畫嘛嘅，對，沒很隨性啦，很珍貴哈，就會愛保持按你嘅，就會感覺愛係嗰種聲音呢，嗰種聲音，思想沒有，可是就是你還是會有保持嗰種聲音的嗰種赤子之心去做創作，所以對很多創作者來講，這應該是會很難的事情，都還會保持給人來想會吧。當然，他要有一些條件啦，像這講的那些，不還可以保持，那個我也都係幾珍貴的事情。其他啥下嚟再看到蘇門幾多，幾想法嘅東西。係啊，多謝，謝謝大家。然後繼續來試到，好，咩可以試到？我想講留本他家裡面可能啊，係哦，嘿，因為我們很難自己做，對，要跟愛歸去愛自家再做就可以，剛好裡面。